隨時起步，歡呼聲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樂於助人有少少片咗出去，包咗落尾啊！好啦，嘉應高升相當快閘啊，擺咗喺前面添啊，氣勢第2位啊！外邊有紅馬路啦，但係第4位咧埋邊位置係舉步生風啊！出邊第5位有美麗第1啦，第6位嘅嘛就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！內欄第7就李健夢境啊，響外邊呢仲開心寶寶啊！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係驕陽明區精算暴雪啊、金鑽貴人響尾3啊，尾二位置咧就嗰隻幸運有利啊！咁啊送咗安樂嗰隻咧就係樂於助人嚟響個包尾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嘉應高升一馬當先擺咗喺前面放啊，咬咗上嚟第2位咧就舉步生風紅眼罩嗰匹啊，再見到內欄嗰邊啊李健夢境精算暴雪啊，攞出嚟中檔有氣勢啊，外邊追美麗第1，大外檔驕陽明區，仲有金鑽貴人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搖下搖下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3個馬位啊，後邊有舉步生風響第2位，進佔第3位精算暴雪，外邊追上嚟係驕陽明區，金鑽貴人都有份衝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，我哋嘅馬王啊，真係贏到後邊甩晒啦！上場賽事已經翻到嚟香港，交出相當好嘅表現啊！嚟到今場起